那麼，聖奧古斯丁難道是來推翻他自己所建立的一切嗎？當然不是，但正如許多其他人一樣，他如今以靈性的雙眼看到了他作為人時所看不見的事物。他那獲得解脫的靈魂隱約看到了新的光芒，並理解了先前無法領悟的道理。新的思想向他揭示了某些話語的真正含義。在人間時，他根據自己當時所掌握的知識來評判事物，但當一縷新的光芒為他破曉時，他便能更健全、更正確地去評判他們。因此，他不得不修正自己關於夢業靈體與魅魔靈體的信仰，並收回他曾對直點理論所發出的絕罰。如今，當基督教以其全部的準結顯現在他面前時，他在某些觀點上或許會生出與在世時不同的想法，但這並不會妨礙他繼續成為那位基督教的使徒。他可以在不背棄自身信仰的情況下，成為靈性主義的傳播者，因為他在其中看到了預言的實現。他今天宣揚這一學說，不過是引導我們回歸到對文本更健全、更合乎邏輯的解構。對於其他處於類似境況的靈體而言，情況也是一樣。